分體冷氣機去水喉塞，即日專人到場徹底解決。分體冷氣機去水喉塞是香港家庭經常面對的難題，堵塞不僅影響冷氣效能，嚴重更可能造成漏水損壞家居。冼冷氣通提供即日上門服務，透過高壓除菌深層清洗，迅速解決冷氣去水喉塞問題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分體冷氣機去水喉塞的主要原因有哪些？灰塵、污垢、霉菌長期累積造成堵塞，排水管被異物堵塞或扭曲，排水系統缺乏定期清潔保養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為什麼分體冷氣機去水喉塞需即日處理？冷氣去水喉塞若不即日處理，可能導致水患問題擴大，損害機件及家居環境，增加後續維修費用。使冷氣通專業即日上門服務，能迅速解決問題，確保冷氣正常運行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實用技巧：如何自行處理冷氣去水喉塞問題？檢查排水管道，確認管道無明顯扭曲或異物阻塞。使用濕式吸塵器吸除管內的堵塞物與積水。定期清潔消毒，使用專業除菌劑，每季度清潔一次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分體冷氣機去水喉塞常見問題 FAQ： 冷氣去水喉塞有哪些徵兆？冷氣出現的水、漏水或有異味，都是去水喉塞的常見症狀。分體冷氣機去水喉塞可自行解決嗎？輕微堵塞可自行清理，嚴重堵塞建議交專業技師處理。冷氣排水管多久清洗一次合適？建議每3至6個月清洗一次，以維持排水通暢。冼冷氣通亦提供其他專業冷氣服務，例如冷氣保養、檢查及安裝等。